缀我主，愿你常常问我主只好朋友。救主若踮我心里，甲歹到一稳赢。救主带我来见证正路稳当为行。咱愿来连在到40分钟来。救主耶稣。 开始要向前发展。
今年开始，而且咱3个面对是直直地理靠你就会去食。我所以讲，叫你应娶就互我，夫妻直到一世。应娶就互迄个苦了的人吼，你安排你苦了，你就互你啦。夫妻直到一世咧，真好吼。后来日天接纳我，只好变就是你。咱就是要伫迄个永远的免流嘛，毋是吗？咱是要伫世间要伫出来变化富贵，毋是，咱是要伫天里永远的免流吼，真好。啊，顶礼拜我讲适合对去年南庄，我年啊1年多的退休会，中间牧师的免礼，然后季牧师也参加吼，季牧师的免礼。季牧师用一个披萨，刚刚在披萨，刚才参加分享吼，有影，有时人无食咱特色吼，袂记你讲，真正我一生中间，也是咱一生的中间，有带出的披萨伫咱的身躯里面，这披萨拢是上帝特别的呈现，特别的意思。无论你是伫欢喜的时阵，伊甲你送欢喜，还是你伫苦苦困难的时，伊做你的加做你的帮助，安慰你、扶持你。上帝不是旧约的时代讲，上帝的呈现，遐的先知，也是耶稣者来到你身边，但是伫咱新约的时代的时阵，上帝是呈现，你所料想袂到的人伫你身躯里出来，你安慰你、扶持你、帮助你。这拢是上帝呈现来的题材呢，是毋是安尼？你等一下搁想看嘛。但是，咱也毋茫，咱做基督徒甲你讲，毋茫咱家己本身也成做见人的题材啦。迄个题材就是要去帮助别位人，要去扶持人。见人成做咱的题材，咱也要成做见人的题材。伫1年开始的时阵，咱就看咧3个面礼吼，第二首诗歌讲，咱侍奉咱家己。我毋知影你有安尼体验无？你的侍奉是，咱侍奉半夜甲济，咱侍奉逐打打，也是咱侍奉咱家己。互你感觉到对上帝所来的恩典甲祝福，是愈来愈加甜，满满的。福杯满出来，侍奉更多是安尼，所以今日伫咱的国团契要就任的中间，毋茫这个真侪咱大家提醒特别的，每一个人都是咱服侍咱家己用几个圣经站，写甲大家3个内面的甲分享。罗马书12章第1节，咱讲真善，总是咱求人会一直来通来提醒吼。12章第1节讲，兄弟啊，所以我因为上帝的怜悯，劝你们献家己的身躯做祭，是我的，是善的，上帝所欢喜的，这是你心灵的服侍。无你甲这世间相反，就用心智换心来变化家己，互恁会了解什么是上帝善良、和欢喜、顺转的旨意。这就清楚来讲吼，是骗咱本身做活者，是上是我的，是善的，上帝所欢喜的。哥林多后书前书15章58节，也是咱真实的经节。所以我所听的兄弟啊，恁要坚固，无摇喘，常常尽力伫主的工，因为知恁着活伫主的就是空空。几十年后使，常常听到有者用安尼来勉励吼，也讲嘛，人听人分享，听人了解，真爱用这个经节来勉励大家。要常常尽力伫主的工，因为知咱着活的，我用讲咱着活的，毋是空空啦，绝对毋是空空。天父上帝拢发去，拢知影，迄个恩典甲祝福是对着咱吼。来，咱来唱一首《他侍奉那良地》。